这是我们4月11号栽下去的树，那几天高温都达到30度、31度，7秒一天，装车过来一天，然后到这儿又在太阳底下晒了3天才栽。今天是多少号？我来看看。今天是23号，几乎就是颗颗都活啊，几乎没有死亡的啊。说能栽死了，我简直都有点奇怪。我栽下去我也没浇水，只不过就是下了一场雨而已。你瞧瞧，这个树哪有死的？几乎没有，就是部分叶子没长出来的，芽苞已经鼓的就是即将要冒出来。你看这个小芽苞鼓的，座无虚席啊。